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我能理解這是一種宗教信仰，並把我帶到了中間。他向我展示我們到達的景象的地方。當我們進入時，我開始看到成千上萬的人，可以看到他們之間大約2個女人，他們好像穿着黑色連衣裙。我告訴他們是誰。突然我可以看到他們手裏有很大的蛇做的蛇，像十字架，像念珠。當我看到他的時候，我在說：但這是什麼？為什麼他們在這裏？然後他開始談論其中一個女人。我告訴他我是地球上的修女，我是修女。看，我在這個地方，我開始看到他是如何開始祈禱的。還有蛇，就像蛇刺穿的刺一樣，他的手和他的手裏的蟲子成倍增加。看到這個，上帝告訴我聽着這些話，那個女人開始哭泣，說過：我的上帝，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想離開這個地方，我不想再呆在這裏了，請幫助我，上帝幫助我。當那一刻，我看到另一個女人，我可以看到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可以看到修女們的真實身份，看到修女們可以性格與牧師和修女一樣，對同性戀者，我可以看到更多的東西，但他們悔改了。不幸的是，對他們來說，再也沒有機會了。對他們來說太晚了，他們從來沒有說過去告訴所有還活着的人，請不要來這個地方，去告訴他們不要來這裏。現在我想表達幾句話。這些坐騎在地球上祈禱過很多次，拉斯蒙塔斯洛師傅拉斯洛斯帕帕斯通常會說：誰會祈禱把靈魂從煉獄中帶出來？但是今天我來告訴你這個真相。如果你不想相信我，就不要相信我。我遵從上帝告訴你真相，因為他寫在他的話裏說真相會讓你自由。我想告訴你這個真相，這樣你就不會下地獄了。聽着，他們說煉獄是存在的，但讓我告訴你，它不存在，是人類發明的，是父母發明的。聖經清楚地說明了，有天空和真正的地獄。現在我想代表上帝告訴你，因為他帶我去了天堂和地獄，他從未告訴我煉獄存在，他告訴我煉獄不存在，去告訴人類做出決定，活着的時候，因為只要有生命，就有機會對上帝負責。如果你不想下地獄，所以停止祈禱，停止犯罪，來尋求基督，唯一能拯救你靈魂的人被稱為耶穌基督。直到這一刻，是平靜和抱怨，因為他的心太痛了，再也無法忍受心臟疼痛。為的嘴巴部分，這就是疼痛，這就是一切。讓我們期待一些，看看他在西班牙發生了什麼。所以他出來了，第一次是2000年11月5日，和新農民埃爾雷開羅和埃爾丘喬被洛杉磯承認他們是這麼說的：誰來看他？但他有一些美妙的東西給你看，告訴他要離開多久？不，他們沒有告訴他什麼時候。告訴他要3個小時。洛杉磯沒有對他說一句話，留下來。他在裡面放了1個小時，但他們什麼也沒告訴他。他們告訴他們你會死去，但你會回來。洛杉磯告訴他的話。現在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我現在想告訴你一些事情，你知道突然很多人說來吧，祈禱我的親戚會從煉獄中出來，停止祈禱，因為他們永遠不會出來。如果他們會有基督從這個地球上離開，那麼不幸的是，我很誠實，他們在地獄裏。但是如果他們心裏和基督一起去，如果他們向上帝保障，在離開這個地球之前，我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他們，他們就在眼前，我們的天父。但對我來說，我的心很痛，知道有多少靈魂被魔鬼欺騙。他們說讓我們祈禱，為我已經死去的家人從煉獄中出來。朋友，是在你看到現實的那一刻，不存在但沒有這樣的煉獄。我只想告訴你這些話，今天你必須在那裏做出決定，而且和誰一起發生你的永恆？你做決定，要麼你和基督耶穌一起去天國，要麼你和撒旦一起下地獄。我直接告訴你這一點，因為主對我說過，所以他給我看了，我不必拐彎抹角，因為正如我告訴你的，如果你願意相信，就相信。但我服從主，我服從他，因為總有一天你和我會在父親面前講述我們在這個地球上所做的一切好事和壞事。如果你不後悔你現在所做的，是的，你停止崇拜那些形象，來到基督面前，因為他會給你永生。但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就會去下地獄。我不想嚇唬你，我只是想告訴你這個事實，因為讓我告訴你別的事情。主的話對我們說得很清楚，並說沒有偶像崇拜者進入他的面前。父親很久以前，上帝也告訴我，在每個形象裡面都有一個惡魔，這就是為什麼有人接近瓜達盧佩聖母、電影聖母、瑪麗聖母和這麼多處女，甚至更多的是在那裡被稱為神聖的孩子。讓我告訴你，所有這些都是惡魔。人們說我來到瓜達盧佩聖母這裡是為了讓他治癒我，或者神聖的孩子在我生病的時候治癒我，因為在他們裡面有一個惡魔，魔鬼傾聽，用他虛假的力量創造天堂，這樣你就可以繼續相信，這樣你就可以繼續崇拜他。但是讓我告訴你，魔鬼會付給你很多錢，會給他永恆的死亡，所以停止崇拜圖像和尋找基督，因為他要給他永恆的生命和生命豐盛。去準備好，因為來吧，主在等你，萬王之王在等你。從那裡我們起來，我們去浴室，給他洗澡，給他抹膏，然後從他身上拿走。他有一張快樂的臉，他很快樂，他對上帝是光明的。然後主給我看了那些修女和那些修女，修女哭着說：我想離開這裡，我很抱歉崇拜了圖像，在地球上犯了罪，現在我不能再出去了。我問他，我對他說：但你知道真相？我知道主的話。他說是的，我知道這個詞，但我從未悔改。
海，我從未尋找基督，總是有許多山。我在風中高高地，主和萬王之王正在等待你。從他有一張快樂的臉，他很快樂，榮耀歸於上帝。然後主會給我看那些修女和那些修女哭着說：我想離開這裏，我後悔曾經愛過陶匠，在地球上犯罪，現在我不能再出去了。我問他，我告訴他，但你知道真相？我知道主的話。他說是的，我知道的話，但我從來沒有後悔過，我從來沒有尋求基督，總是基督。我有許多山，在風中高高的。我在愛情上遭受了失望。你知道修道院裏有幾個修女，因為他們遭受了愛情上的失望，因為很多次他們讓他站在祭壇上，因為很多次戀愛中的人給他壓力，還有一些時候，因為不幸的是，他們有幾個問題，因為他不想再有任何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他去修道院服侍撒旦。但是如果你正在聽這個視頻，你知道真相，我問你，在上帝的愛中，遠離你所攜帶的這個世界，尋找基督耶穌，他在他之外沒有人能給你永生，唯一能拯救你靈魂的是萬王之王、萬王之主。主的話在哥林多前書6章第1節中說9到10，你不知道不義的人不會神的國，你不會撕裂空間的人，既不是偶像崇拜者，也不是偶像崇拜者。那我在愛情上遭受了失望。你知道修道院裏有幾個修女，她們遭受了愛情失望，她經常被留在祭壇裏，很多時候那些在愛情中的人傷害了她。其他場合不幸的是他們有幾個問題，因為我不想再有任何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他來到修道院為撒旦服務。但是如果你正在聽這個視頻，你知道真相，我在上帝的愛中請求你離開你所攜帶的這個世界，尋求基督耶穌，從他那裏沒有人能給你永生，唯一能拯救你靈魂的是萬王之王，並且主中的主。主的話在哥林多前書第6章第9至第10節說：你不知道不義的人不會成為神的國，你甚至不會開始通姦偶像崇拜者和通姦的人，也不是柔弱的人，也不是那些與人性交的人，也不是小偷，也不是野蠻人，也不是酒鬼，也不是誹謗者，也不是騙子。他們將神的國這個詞是明確的。此外，他也清楚地告訴我們，在21比8中，他說：但懦夫和不信的人，有能力的殺人犯、通姦的巫師、偶像崇拜者和所有的騙子，將在火燃燒和受苦的湖裏有他們的角色。這是第二次死亡。所有那些在地獄裏的人，不再有機會離開那裏，對他們來說已經太晚了。不幸的是，他們不能再離開那個地方去尋找基督。但是你們這些在地球上仍然有生命的人，你們有向上帝負責的特權，不要死。S 和柔弱的人，也不要那些與人性交的人，也不要小偷，也不要神的國。這個詞是清楚的，也清楚地對我們說，在21說，但懦弱和懷疑、有能力的殺人犯、淫亂的巫師、偶像崇拜者和所有的騙子，將有他的一部分在湖中用火燃燒和受苦。這是第二次死亡。所有那些在地獄裏的人，不再有機會離開那裏，對他們來說已經太晚了。密集地，他們不能再離開那個地方去尋找基督。但是你誰在地球上仍然有生命，你有對上帝負責的特權，不要忘記。這個機會，也許現在你正在看這個視頻，可能是上帝給你的最後一次機會，讓你與他達成協議。此時此刻，我想告訴你，逃離地獄，因為基督正在向你伸出他的憐憫之手。因為此時此刻，他對他說：我是那個想要拯救你靈魂的人，我是那個想要給你永生和豐富生命的人。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主對你說：因為就在這一刻，當我做出決定，你來找他。他對我說：你們所有人都在工作和負擔，我要讓你休息。到他這裏來，把你的負擔給他，把你的靈魂給你的生命。因為他會拿走你的負擔，他會打破束縛的枷鎖，他會讓你自由，讓你成為一個新的生物。正如他在他的話中所說，現在是晚上12點10分。這個機會，也許現在你正在看這個視頻，可能是上帝給你的最後一次機會，這樣你就可以依靠他。我想告訴你，逃離地獄，因為基督向你伸出他的慈悲之手。在這一刻，他告訴他：我是那個想要拯救你靈魂的人，我是那個想要給你永生和豐富生命的人。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主說：因為這是時候了，在這段時間裏，我做了決定，你來到他那裏來。對我來說，這句話是所有的。你工作和負擔，我會讓你休息。到他那裏來，把你的負擔他給了你的靈魂，給了你生命。他會承擔你的負擔，他會打破束縛的枷鎖，他會讓你自由，讓你成為一個新的生物。正如他在他的話中所說。現在是下午12點10分。今天是2010年1月5日，然後上帝把我帶出了那個地方。當我們離開那個牢房的時候，我開始哭泣。我的話是這樣的：上帝，我不想再在地獄裏了，你能帶我去地球嗎？我想離開先生，我不想在這些火焰中。在那一刻，上帝把我帶出了那裏，告訴我不能給你看，俾我為這一刻頒布的更多的東西，帶走了我。當我們走的時候，突然我聽到一個年輕女人的聲音，這個年輕女人說：救救我，救救我！我對她說：她是誰？接近她，我問她，告訴她你是誰？
今天是2010年1月5日，然後上帝把我帶出了那個地方。當我們離開那個牢房的時候，我開始哭。我的話是這樣的：先生，我不想再在地獄裏了，你可以帶我去地球，我想離開。先生，我不想在這些火焰中。當時上帝把我從那裏救了出來，告訴我不能給你看，比我為這一刻頒布的更多，帶我走。當我們走的時候，突然我聽到一個年輕女人的聲音，這個年輕女人說：幫幫我，幫幫我。我告訴她誰是誰，走近她，我問她，告訴她你是誰？你為什麼在這裏？她能回答我的第一件事是：我是一個年輕的女人，我死的時候是15歲，我離開的時候是15歲，我從地球來到這個地方。我告訴她，但是你為什麼在這個地方？她告訴我看，我想告訴你，我認為我有整個生命，因為我年輕。他們總是和我談論基督，他們總是告訴我救贖，但是我說基督徒兄弟，他們瘋了，我放棄了這個詞，我不想接受上帝。當他們和我說話時，我笑了，我取笑了他。無論如何，現在我意識到我犯了一生中最嚴重的錯誤。無論如何，看，我着火了，我在這裏，我死於交通事故，但現在我後悔了他。我一直在這個地方四處走動，我一直在尋找出路。什麼時候？為什麼你在這裏？他能回答我的第一件事是：我是一個年輕的女人，我死的時候才15歲，我離開的時候才15歲。地球和我來到這個地方，我告訴他，但是你為什麼在這個地方？他告訴我看，我想告訴你，我以為我有一輩子，因為我年輕。他們總是告訴我關於基督，他們總是告訴我關於救恩，但是我說基督徒兄弟姐妹瘋了，我會放棄這個詞，我不想接受上帝。當他們和我說話時，我笑了，我取笑他們。無論如何，現在我認識到我犯了一生中最嚴重的錯誤。最後看起來我在火焰中，我在這裏，我死於交通事故，但現在我很抱歉，我一直在這個地方閒逛，我一直在尋找出路和時間。我已經找到了，我不能離開，因為折磨我的惡魔來找我說：你不能離開這裏，因為在這裏你將度過你的永恆。我不想在這裏，請幫助我。我對他說：我不能為你做什麼，我不能。我渴望幫助所有在這個地方的人，但是主告訴我沒有機會。對於任何在這個地方的人，你在這裏；但對於有機會的人，對於在地球上的人，所以當他聽到這些話時，他對我說：去告訴人類，去告訴我的家人，不要來這個地方，去告訴有機會的年輕人，尋找基督，離開你過的生活。看，我發現地球上有一個可怕的生活，一個充滿罪惡的生活。我非常自豪，我喜歡走路，我已經找到了，我不能離開這個。讓我們說折磨我來找我，告訴我你不能離開這裏，因為在這裏你將度過你的永恆。我不想在這裏，幫幫我。我告訴他我不能為你做任何事。我不能，我渴望幫助這個地方的每個人，但是這位先生告訴我沒有機會。對於那些在這裏的人，但是對於那些有機會的人，對於那些在地球上的人。然後當他聽到這些話時，他告訴我去告訴人類，去告訴我的家人不要來這個地方，去告訴年輕人他們有機會去尋求基督，離開他們過的生活。看起來我在地球上過着糟糕的生活，充滿罪惡的生活，非常自豪。我喜歡走路。我15歲，我從來沒有服從我的父母，我總是一個叛逆者。但是現在我悔改了，我希望你原諒我。我想離開這裏，但是告訴那些在地球上的人，不要來這裏，不要來，請服從你的父母，告訴他們接受基督，因為他確實拯救了，因為他確實拯救了。魔鬼欺騙了我，但是現在我知道了，我不能離開，我悔改了，對不起。這個年輕的女人在哭，她伸出雙手，我想幫助她。當我伸出手去做的時候，她開始尖叫，開始走開，她被火焰覆蓋着，我開始哭泣。我說先生，在這個地方有多難？他打電話給我說，女兒是的，但是記住這一點，去和我一起在地球上實現，這樣人類就可以看到地獄是真實的。從柏拉到柏拉，我15歲，我從來沒有服從我的父母，我總是叛逆。但是現在我很抱歉，我想被原諒，我想離開這裏，但是告訴那些在地球上的人，不要來這裏，不要來，服從你的父母，告訴他們接受基督，他所拯救的，他所拯救的。魔鬼欺騙了我，但是現在我知道我不能離開，我很抱歉，我很抱歉。這個年輕的女人哭了，伸出她的手，我想幫助她。當我伸出手去做的時候，她開始尖叫，開始走開，被火焰覆蓋，我開始哭。我說先生，在這個地方有多難？他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女兒是的，但是記住這一點，去和我一起在地球上實現，這樣人類就可以看到地獄是真實的。地獄，因為仍然有許多人不相信地獄，仍然有許多人嘲笑和說地獄是一個預言，它是12小時40分鐘。我活着回到你身邊，在上帝在視覺中揭示我的幾天前，對我說：看，這個人下了地獄。我在和你談論那個著名的人，他非常了解他，所以這個人他在地獄裏，我能看到他。這就是為什麼我作證，因為這位先生告訴我，在我錄音的時候說出來，我能談論這個在火焰中的人。當我說先生的時候，你告訴我會有第二次經歷。地獄是的，
仍然有許多人不相信地獄，仍然有許多人嘲笑和說地獄是一個語言。它是12小時40分鐘，我活着回到你身邊，在先生的前幾天，在視覺中向我揭示，告訴我看，這個人下了地獄。我告訴你那個著名的家伙，200人或 NJ 而聞名，然後這個男性，我在地獄裏，我能看到他，這就是為什麼我作證。上帝告訴我，當我錄音的時候談論他，我能夠談論這個着火的人。當我告訴你的時候，先生，你告訴我我會有第二次。現在我問你，那天你反抗這個人，我想在哪裏看到他，先生？然後當我們接近那個火焰的地方時，我去看了幾個惡魔，在一個圓圈裏，在那個圓圈裏，有人在火焰裏被折磨。他伸出充滿火焰的手說：救救我，救救我！我能理解這個人說的話，接近他，我想幫助他，因為我看到惡魔是如何在他們的雙手之間舉起他的那個人，像在地球上一樣跳舞。他在地獄裏跳舞，他正在這樣做。惡魔嘲笑他，他不得不唱歌，把他扔進火焰裏。他又把他舉起來鞭打他，他尖叫着，他很痛苦。看到這個，我的心很痛。就在那一刻，我可以看到，我開始看到。我說先生，現在我問你那天，你反抗我這個人，我想在那裏見到你，先生。然後當我們接近那個火焰的地方時，我會看到幾個惡魔，在一個圓圈裏，在那個圓圈之間，有人在火焰中被折磨，伸出他的手，充滿火焰，說救救我，救救我！我能理解這個人說的語言，接近他，我想幫助他。我看到惡魔是如何把他舉起來的，在他的手裏，那個人在地球上像這樣跳舞，在地獄裏跳舞。我正在做，惡魔嘲笑他，他不得不唱歌，然後被扔進火焰裏。我又把他舉起來鞭打他，他尖叫着，他很痛苦。看到這個，我的心很痛。當那一刻，我可以看到，我開始看到。我說先生，請做點什麼，先生幫幫他。我伸出手去做，當我伸出手去幫你的時候，我的手開始長滿蟲子，就像在那一刻火焰。我捂住我的手，我說先生，看看我發生了什麼。就在那一刻，惡魔們開始大笑，他們開始嘲笑，他們告訴我你要留在這裏，你要留在這個地方，我不能再來了。我看到這位先生在那裏，就像他一個人一樣。我說先生，你已經離開我了，我為什麼在這裏？惡魔告訴我們要折磨你，你要留在這裏。突然我聽到如此醜陋的笑聲，他說哈哈哈哈，你要留在這個地方，該死的，我終於有你了，在這裏我想擁有你，我想讓你做點什麼，先生。我伸出手這樣做，當我伸出手幫助他時，我的手開始長滿蟲子，好像在那一刻他在叫他。我捂住我的手，我說先生，看看我發生了什麼。那一刻惡魔們開始笑，開始嘲笑，他們告訴我你要留在這裏，你要留在這個地方。我再也看不到那位先生在那裏，就像他一個人一樣。我說先生，你已經離開了我，為什麼我在這裏？惡魔告訴我們會折磨你，你要留在這裏。突然我聽到如此醜陋的笑聲，並說哈哈哈哈，你要留在這個地方，這裏我終於有你了，這裏我想擁有你，我想擁有你。現在我問你，那天你反抗這個人，我想看到他在哪裏，先生。然後當我們接近那個火焰的地方時，我去看了幾個惡魔，在一個圓圈裏，在那個圓圈裏，有人在火焰裏受到折磨。他伸出充滿火焰的手說：救救我，救救我！我能理解這個人說的語言，接近他，我想幫助他，因為我看到惡魔是如何在他們的雙手之間舉起他的那個人，像在地球上一樣跳舞。他在地獄裏跳舞，他正在這樣做。惡魔嘲笑他，他不得不唱歌，把他扔到火焰之間。他們又把他舉起來鞭打他，他尖叫着，他很痛苦。看到這個，我的心很痛。就在那一刻，我能看到，我開始看到。我說先生，現在我問你那天你反抗我這個人，我想在那裏見到你，先生。然後當我們接近那個火焰的地方時，我會看到幾個惡魔，在一個圓圈裏，在那個圓圈之間，有人在火焰中被折磨，伸出他的手，充滿火焰，說救救我，救救我！我能理解這個人說的語言，接近他，我想幫助他。我看到惡魔是如何把他舉起來的，在他手裏，那個人在地球上這樣跳舞，在地獄裏跳舞。我正在做，惡魔嘲笑他，不得不唱歌，然後被扔掉，在火焰之間再次舉起他，鞭打他，他尖叫，被折磨。看到這個，我的心很痛。當那一刻能看到那個，我開始去看。我說先生，請做點什麼，先生，幫幫他。我伸出手去做，當我伸出手去幫助他時，我的手開始長滿蟲子，就像在那一刻火焰。我捂住了我的手，我說先生，看看我發生了什麼。在那一刻，惡魔開始大笑，他們開始嘲笑，他們告訴我你要留在這裏，你要留在這個地方。我再也看不到這位先生在哪裏，好像他是一個人。我說先生，你離開了我，為什麼我在這裏？惡魔告訴我們要折磨你，你要留在這裏。突然我聽到如此醜陋的笑聲，他說哈哈哈哈。
你要留在這個神奇的地方，我終於有你了，在這裏我想擁有你，我想讓你在這裏，因為你有我。做些什麼，先生？幫助他。我伸出手去做。當我伸出手去幫助他時，我的手開始長滿蟲子，好像在那一刻他在叫他。我捂着我的手，我說：先生，看看發生了什麼。在那一刻，惡魔們開始大笑，開始嘲笑。他們告訴我：你要留在這裏，你要留在這個地方。我再也看不見那位先生在哪裏，好像他是一個人。我說：先生，你離開了我，為什麼我在這裏？惡魔們告訴我：我們會折磨你，你要留在這裏。突然我聽到這樣的話，醜陋的笑了一聲，說：哈哈哈哈，你要留在這個地方，你終於來了。我想擁有你，我想擁有你，因為你有。我偷了這麼多靈魂，我要毀滅你。他告訴我：你要留在這個地方。我告訴惡魔們：現在帶他去他必須去的地方。我說：不，我不打算留在這個地方，因為主與我同在。他說：他不會把我留在這裏，主不會把我留在這個地方。所以我聽到撒旦的聲音，他告訴我：你要留在這裏，在這裏，你要留在這個地方，主不與你同在。看着他，看着他，他不與你同在。然後我開始轉過臉來環顧四周，我沒有看到主與我同在。我獨自進入那一刻，我開始懷疑，我開始哭泣。我說：主，你為什麼離開我？為什麼主？為什麼？我開始問我為什麼主離開了我。在那一瞬間，主回答我：偷了這麼多靈魂，我要毀滅你。他告訴我：你要留在這個地方，並告訴惡魔：現在帶他去他需要去的地方。我說：不，我不打算留在這個地方。主與我同在。他說他不打算把我留在這裏，主不打算把我留在這個地方。然後我聽到撒旦的聲音告訴我：你要留在這裏，你要留在這個地方，主不與你同在。看着他，看着他，他不與你同在。然後我開始轉向我的臉，四處張望，我沒有看到主與我同在。我獨自進入，那時我開始懷疑，我開始哭泣，說：先生，你為什麼離開我？為什麼，先生？為什麼？我開始懷疑，為什麼這位先生離開了我？在那一刻，先生。他對我說：女兒，我在這裏。但我在耳邊聽到了真實的聲音，但我又看了看。我對撒旦說：主與我同在。他對我說：但他不在那裏。看着他，看看他是否在。我看不見他，但我聽到了他。即使我聽到了他，我也在猶豫，因為惡魔正在靠近我。我覺得在我的腰間有一根繩子，我可以看到，越來越讚美我，對着那個對我說：詛咒，詛咒，詛咒，詛咒！我要毀滅你的聲音，因為你從這個地方帶走了許多靈魂，因為許多靈魂已經從地獄出來了，因為你在宣揚不要再說話了，閉嘴，閉嘴，閉嘴！因為我要消滅你，所以我要殺了你，並告訴我以下內容：女兒，我在這裏，但我聽到了一個真實的聲音在我耳邊，但我又看了看。我告訴撒旦：主與我同在，並告訴我，但他不在那裏。看着他，看看他是否在。我看不見，但我聽到了。即使我聽到了，我猶豫不決，因為惡魔正在接近我。我覺得在我的腰間有一根繩子讚美我，越來越讚美我。對那個告訴我的聲音：繼續，繼續，我將真正摧毀你。你從這個地方帶來的許多靈魂，許多靈魂已經從地獄出來。你在說教不要再說話了，閉嘴，閉嘴，閉嘴，因為我會摧毀你，我要殺了你。